跟住嚟呢首歌咧，好啱今日唱。病啊嘛，病下啱啦，唱情歌啦。點解病要唱情歌先至啱嘅咧？唱親情歌唔係單思就相思㗎啦，一定係單思病、相思病㗎啦，啱唔啱啊？我今日咁嘅狀態，第一次喺舞台，第一次唱呢首歌，我將我嘅第一次今日俾咗你哋。我希望今晚聽完呢首歌，希望我可以今晚做你哋一晚咁多嘅夢中情人。是人是情是童真，還是意外？有淚有罪有付出，還有忍耐。是人是牆是寒冬，藏在眼內。有日有夜有幻想，無法等待。有你哋支持，有你哋鼓勵，有你哋撐，係咪啱啊？老師可以俾多啲機會我同主席唱多啲新歌，啱唔啱？